嗨，大家好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簡單做法嘅菜，就係炒牛柳。呢個菜咧做法簡單，容易做，而且色味俱全。我相信大家都喜歡食嘅。咁show俾大家點樣做法啦。首先要準備嘅材料包括切片牛柳、洋葱、青紅椒各一、蒜頭同埋薑片。調味汁就有生抽、蠔油、砂糖、清水同埋芝麻油。將牛柳加入生抽、蠔油、砂糖、黑胡椒、玉米粉同些少生油，然後撈勻，俾牛柳吸收醃料最少15分鐘。燒熱個鑊，然後落啲生油，加入蒜頭同埋薑片爆香，放入牛柳，大火快炒至7成熟，然後撈起備用。喺原來個鑊上邊加些少生油，擺入洋葱絲、青紅椒條炒香。將牛柳回鍋，倒入調味料，大火快炒至收汁，淋些少芝麻油，搞掂上碟。呢碟炒牛柳色香味俱全，肉質嫩滑，一定合你心意。